研究登上堂的岛创客一个名词，英文是 maker， 也有人翻作制作者。许多学校也有规划嘅创客课程，而新人呢设计通俗做对一个过程当中学嘅多东西。南投县呢福贵国小用生物学家和个创意学家来做主题，发展了许多特色课程。差不多1年前，已经开始规划走读家乡同国际连接的计划。对南投的景点规划，设计起楼写行业嘅小介词、讨论戏和个剪影片，甚至安排 DIY 手工艺课程同客家元素来结合，想要启发初 TV 所青年嘅创造力，而青年呢学嘅韩国多、韩国深。夜味素是国新一站，无听得念。来，我头念一念。夜味素是国新一站。国新一站，厝特是出题本理学，迄个我要讲人学啦，人学、游学，总做的，吼。这样可以啊，好，那等一下正式开始的时候，有点挡住了哈，让人家看一下角度可不可以调一下，可不可以闪过它？先生20世纪教青年的讲学，假条系对南投县福贵国小类嘅学生嘅，当地嘅店用嚟用合法嚟小嘅景点，准备为碰一团动贴片的样片。较有效用啊，好，开始。夜味素是国新一站，出题本要下来了解南投县好了嘅素材，老理由自信，农业产品，经过国新一站，本要下来了解南投县好了嘅素材，老好食嘅农业产品。一条学生嘅用物料为合法讲出景点特色，看起来动态版，面对镜头全媒镜山，也系福贵国小行土家乡同国际连接嘅计划，希望训练学生嘅为用母语来小给自家嘅家乡。我们福贵国小的在地文史课程是希望孩子能够扎根在乡土，热爱乡土，然后走读家乡，认识家乡，那将来成为他未来发展的一个根基。那所以，我们把在地的一些课程、景点、古迹纳入我们客家学习、文化学习的一个重要要素当中。那借由孩子走读，深度去认识家乡。也学生诶，本来都是菜天人吼，故说带学生诶出去掠沙去，了解自家诶菜天诶文史。一开始都以为我都以为有想法，结果学到高中先生嗰度，拄好有咧发通，都开始都讲用做得带细人诶出去了解一下菜天文化。学校对去年起始规划为青年来练习，除太平常时学艺课程、学艺先生，无论上课加下课拄到青年都会讲学，而其他条有讲学嘅环境。南投那带都有名，日月潭，日月潭的18号风茶都有名的，真有名，又好啉，又不用糖。我们2个很好喝，也很好喝。呀，一般般啊嘛。上下课当然我讲学啦，我要提讲学，佢冇同我讲学，我妈喺提讲学，都记到要糖，搞緊咪糖，上下人提讲，佢要同人回答，佢要同人學。合法真正講業也得青年嘅想法都好，故所以到學生嘅同先生對話，都做得輕輕鬆鬆，用合法嚟講。安尼本單數到好多兒童化嘅國先向，也熱建議前進自家嘅母語合法。就從1年級到4年級都在練客語啊。那為什麼喜歡練客語呢？有興趣，就是了解一些福貴的農特產品，讓大家知道。今日來咧，嘅味素喺哪邊？國新一站。國新一站有乜嘅好食好料嘅呢？咖啡還有紅茶，就慢慢的背起來。這樣去復卡有練習嗎？有。
行业先生通过信用设个嘅特色景点，写作行业小节词，为亚到新人呢来本组练习。这个地方很漂亮，也很适合拍照，所以才要介绍给大家认识。我先过，先写好了，录音录放起来，行到可能文字过，可能堂等录音，哎呦，慢慢的学，行到样学，挨则个一句一句的念，个音标个加落去，哎呦，慢慢的学起来。当然啦，我先说明，也系规个意思系乜解。景点有个新一站9天推办水桥，高速公路北京的其中一个求松云田同阿婆43吨亚条，用客话来小记，未训练学生嘅用平板电脑来摄影片。而亚条按中下嘅学生嘅也学会到，还晓得用亚条新科技产品。来，你们把那个影片传进去。你这3个是同一段吗？看过一遍，看看画面哪一个的画面会你觉得看起来比较？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影片往后推，前面再加一个标题画面？这样子才不会说怎么他讲的话明明已经在介绍了，结果你下面是酒店落雨风介绍，所以你前面可以再插一个那个主题的类似那种主题画面。学生嘅对目标用嘅构图来翕，学应用嚟翕将会较强，还会自家练习制作影片，唔但将手机自家嘅家乡，对学生嘅学习来讲也加更丰富。我觉得学习到的就是拍摄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可以知道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子。在以前的话，媒体是掌握在一些电视台手里，但现在透过直播跟 YouTube 这一类的管道，只要你有想法、你有创意的话，但是你要有能力，所以我们教了他这些能力之后，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一些想法或创意。影片真心好嘅传到网络风气，为行卡当然看到佢形象有几赞美，唔到底嘅也大部嘅都采提产业。因为他们家的人都有种咖啡吧，因为我们这边咖啡农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实体店面的，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就只能卖生豆，价格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跟学校配合，让学生以后他们就知道说要如何帮助他们自己的家长，而且他们隔壁的阿伯啊，他们都有办法帮忙。小朋友，刚刚地震停止了，我们现在赶快戴上头套，准备避难，赶快离开。唐先生嘅口令，演练体统类嘅时节应用嘅保护设计，福贵贵少第921睇体统家下，教啥苏顺道动力会，古手动主冲也红演练。路线北度爱同下家严肃，并入去嘅学校，连风筝爱保护头拿嘅那面红，没看得到。那因为我们做创客的学习有一个是客与生活。我们就想让孩子体验客家文物之美、生活之美。于是我们有一个巧思，把剩余的花布边放在我们防灾头套上。从下考场係日下兒童學校尚未發展嘅特色，福貴貴少未希望培養青年嘅同事來做，學客家客家文化，未結合科技應用，為啟發其他條行卡多嘅創意。因為福貴國小70%的孩子是客家子弟，那我们立于在地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出发的一个创客意涵，就用创意客家人为出发，希望孩子像客家人一样，但是又拥有科技的一个创意。從下考場當禮拜，每位邀請做綜藝嘅先生嚟教學生嘅用採題嘅做嘅野條嚟做綜藝作品，還有神奇又傳統嘅教嘅東西，就會歸同從學精神展現出來。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因為可能周遭環境都是以3C 的那個玩具為主，那現在小朋友幾乎很少動手做，那我們國小福貴國小為了要讓在學的這些小朋友，他可以有自己能來
动手，又可以玩到最天然的材质，工艺材质。那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发展我们的，比如说竹木艺的铜碗。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被救醒来为我离我爱你，我愿意，不用怕，你在激情拿出好技巧。安阳嘅鐵石教學，未成嘅2道學教嚟交流，因而對園林園同嘅太平貴少，帶嚟教內鐵石沙團、電音、三太子精彩嘅表演，現場氣氛滿見鬧熱。那之前有2次的機會到湖歸國小這邊來，那感受到湖歸國小在我們客家文化的推動，那或者是整個學校特色的營造，那或者整個環境的建制、特色課程方面呢，很多都值得我們大比國小來這邊來就教來學習。所以說帶那個會不會很重？你要跳舞是不是有點困難？會有點困難，要習慣。它有時候會 K 的，就因為我們那裡可能是我們的特色，然後來這裡讓他們看到。當歡喜前半年有捱到來少嘅富貴貴少，那學校四面環山，面向99分，房頂9分23，樹上一隻小菩提，99分上下，有湖海流過，山明水秀，7里年結。除咗2間學校隨意交流，富貴貴少未特別安排，用華語同客家嚟小嘅學校，含鄉下嚟打詞把嘅，為了解無權用嘅族群文化。1、2，加油！加油！加油！好，可以換下一位，換下一位。那個木頭真的很重，然後打起來很困難，因為太重了，然後麻糬又很黏，拿不起來。知道以前客家人都很節儉，把吃完剩下的肉飯拿來打麻糬，很 Q 彈，很好吃，可以學習地方文化。小嘅學校每位小嘅菜地成入，現場還有世界美食表演，愛用嘅從一筆斬掉嘅咖啡。我學習到如何泡咖啡，還有泡咖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認識我們國姓的咖啡，然後讓他們可以學習到可以泡咖啡，不管是哪種的咖啡都可以泡，就很好喝。創造學習環境，結合文化、產業同語言，為青年哋開推廣同塑造安陽嘅創客精神。為啲呀按種下嘅復古貴少嘅亞條學生嘅，行較認識，行較了解自家嘅家鄉有幾讚美。而且生有，我們記得拿來。